其吃冰、喝冰水会导致经血凝固，积在里面，对身体很不好。这是看个人，所以每个人体质是不一样的。这巧克力啊，黑糖水在孕可以舒缓经痛，其实那些是 OK， 因为它是个热量。所以我们经血里面就是血，血里面就是铁。所以在台湾地区有3%的女性是贫血的，所以在不管你补充什么方法，可以让你自己舒服都是 OK， 但是别忘了是要补铁。卫生棉条会伤害处女膜，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处女，就绝对不能用卫生棉条。我觉得这是错误的观念的。处女膜它本不是膜，它是一个外环一个环状的东西，它是一个我们在演化过程一个遗迹。处女还是可以用所谓的棉条，还是很安全。